即使係一個長期靜心嘅人，有時亦都會喺靜心之中生起煩躁嘅情緒。你要了解，咁係正常㗎。靜心的時候也會煩躁。一啲禪坐功夫已經非常了得嘅僧人喺打坐參禪嘅時候，亦都會煩躁。呢啲都係心嘅無明習氣喺度作祟。我哋嘅心一直習慣處於煩惱嘅狀態，就好似一堆難以調伏嘅大象，需要長時間嘅訓練先至可以調伏佢嘅煩躁不安嘅習氣。禪僧尚且係咁，更何況浮躁紅塵之中嘅你我？你要接受自己嘅煩躁，首先要了解，咁係正常嘅。靜心嘅時候總係有喜有樂，時而快樂，時而煩躁，呢啲都正常不過，呢啲都係人性裏面本有嘅。你唔好因此覺得自己靜心好失敗，唔好因此對靜心喪失信心。靜心唔係萬能㗎，佢需要長時間嘅堅持先至會有非常顯著嘅功效。你係唔可能希望只係幾次嘅靜心就會讓你心如止水，氣定神閒。靜心唔係工具，佢應該成為你嘅生活方式。佢會慢慢咁樣改變你，喺無意之間改變你。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因此接受靜心之中嘅煩躁。如果你實在係煩躁不安，就停止落嚟啦。當然，如果你可以繼續堅持落去，而且用一啲方法，或者會有更大嘅收穫㗎。和不安面對面。我哋成日會覺得煩躁不安，一般我哋嘅應對方法係轉移注意力，做其他嘅事情，所以我哋從來未發現不安嘅實質。靜心卻為你提供咗一個認識煩躁不安嘅機會。如果你唔準備逃避嘅話，如果某次靜心嘅時候，你突然感到非常煩躁，你幾乎冇力量抵擋煩躁嘅襲擊，呢個時候你可以選擇結束靜心。不過你不妨挑戰一下自己，睇下會發生乜嘢事。唔緊要㗎，你只需要繼續坐喺度。既然你係咁害怕不安，總係想要逃開，點解呢一次唔可以選擇面對呢？將佢尋找出嚟，睇下佢到底匿埋喺邊個地方？點解佢總係一次又一次咁襲擊你？你發現咗啲乜嘢？當你開始尋找不安，當你開始尋找真相嘅時候，你解脫啦。你第一次掙脫咗習慣之輪，唔係逃避，而係面對面。結果你發現不安只係因為你暫時捲入妄念之中。當你面對佢，慢慢會將自己帶到當下嘅時候，你就安詳啦。如果你發現咗呢個秘訣，以後靜心嘅時候，煩躁不安已經唔可以再阻礙你啦。